1999 1999啊。好 number 去到 JF1546 啊，1 2 3 4 5 6 7 8 9 10呢啲咧成本價都唔止㗎啦，平過咧翻貨價出俾大家㗎啦，仲要咧係咧新正到不得了嘅，扣位底位啦、膜位啦，全部都超級新正啊！1999咋大家，1999啊！想玩咩呢？自己嚟啦！咁啊呢一個，再嚟一個呢 LV 嘅庶民嘅呢一個呢銀包嘅 OK， 呢啲呢全部都呢平過呢爺爺翻貨價噶啦，蝕住出俾大家噶啦 OK。好，扣位呢一個呢好新淨啊！咁啊打開呢入邊亦都係呢新淨啦，卡位啦，中間有拉鏈啦，前面兩行嘅卡位啊。好，再打開俾大家睇睇啊！入邊都係少少污糟都冇噶啦 ，OK。爺爺呢啲咧成色絕對咧冇得挑剔噶啦，眯埋眼做噶啦。好，3599 JF1547啊！嗱，你揀唔到佢個瑕疵位嘅，有埋條鏈，俾埋。如果你哋咧想要做 WOC 嘅，同我講，叫爺爺送埋條鏈。3599啊，3599賺大家。好，3599 1 2 3 4 5 6 7 8 9 10。好，咁啊呢一個呢係 Yeshiwa、Emily Ma、YYU 同埋 Natalie Van 1 2 3 4 5 6 7 8 9 10。好，跟住呢再嚟啊，3599賺大家。好，咁啊呢一個套包，我覺得呢佢勁靚啊，真係呢超靚啊！好，閒置完全未用過嘅，新正到不得了嘅，裏面呢亦都係呢驚絨嘅，超新淨，跟埋條闊帶嘅一套啊，大家。好，價錢嚟啦，4699，閒置嘅全新啊，4699，4699啊，4699，你睇下，好新淨，全新閒置未使用嘅，4699啊。好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大家。好，再嚟一個呢 LV 嘅，好呢一個呢係黎姿皮嘅啊，咁啊前面呢係有一個呢係啦 LV 嘅 logo 嘅，不過呢呢一個呢係有好明顯嘅人眼算啊，呢一個 OK。好，呢一個呢我又覺得呢橙色。好，嚟一個呢係啦，套包咁樣細拖啊，連埋呢一個呢係啦，連埋條帶嘅，哇入邊呢隔層呢係超正，佢送埋個細格格俾你哋啊，咁裏面呢係呢菱格紋咁樣嘅，前後都有拉鏈一套嘅，袋口呢都係有拉鏈啊，袋口呢都係有拉鏈嘅，好有埋條長帶。可以呢斜咩執咩都冇問題啊！好，大家嚟啦呢一個前面呢一個呢係啦 logo 貼呢 logo 貼呢都未除嘅 OK。好，價錢嚟啦3599 JF1549啊，3599咋，3599啊。JF1549 3599啊！哎呀，因為呢我費事呢，到時你哋收到呢，又覺得呢嗰個印位呢好新啊嘛。Hello Natalie Hello 3599，後邊 CC 可以啊。好，1 2 3 4 5 6 7 8 9 10。
大家晚上好啊！好，跟住最尾呢一個套袋上完就上後邊啦。好大嘅呢一個呢 NCN 嘅粉紅套啊，係咪好靚啊？粉紅色嘅啊！書包呢，今日呢只有幾個款啊。好，邊位4個勁靚啊？你趕緊，不是說給他看那個嗎？大的那個，你小姨夫的。哇，送埋嗰個呢化妝包啊，手抽化妝包，哇，一個袋2個袋啦，係啦，入邊仲有一個呢勁大嘅空間啊，咁啊幾個袋一齊嚟啦 ，OK， 幾個袋一齊啊，好，價錢嚟啦呢一個3000。好，3999啊，3999 ，number 呢係 JF1550， 3999咋，2個袋嘅，入邊呢仲有一個呢細嘅化妝袋一套㗎，大家一套㗎啦。